先生很好，请坐，请问贵姓？很好，我想将迄菜竹科做些，按旧将来做农，是从阿伯家来迄么？嘿啊，是嘿我。好多年冇见了，变态人了呢。今比我来拍马街呢？上个月我同阿爸买一块土地，今比爱来做世界第6新报。很强啦，买土地真好。人讲看人面，不如看内面。安尼，请问新报收资料做下写好了吗？哈忙。有带身份证同证吗？有，你是我家身份证同证，麻烦你咧。我来同上面登录，请等一下。张先生久等咧，你是礼拜交日嘅资料，请替我确认荧幕上大概资料是唔是正确？资料正确。好，我来替你线上送件。我会本你基本申请书日式2份，其中1份请你保存，请错列位证人。罗拉，这是世界第6个政府文件，有关自然人评审申请单位同问题，列项由相关主管机关的联络电话本人，请转去先参考列条资料。唔知么？有人认知无在买卖完成移转登记后的30日内申报，本人罚3至15万块哦。该站又来判你咧。好啊，我会将去好好研究这条资料。罗兰